2025年9月25號晚，劉德華嘅在線直播演唱會準時開鑼。啱啱開播20分鐘，睇直播嘅人就已經超過1000萬，到結束嗰陣，總共都有8200萬人次睇過。63歲嘅佢唱起17歲嗰陣，熒幕前好多觀眾都睇到眼濕濕。但歌啱啱唱完，各種質疑聲就接踵而來，網友直接列出多個爭議點，睇到人心裏都唔舒服。下面我哋就睇下網友都講咗啲咩。演唱會一開始，網友就發現畫面左上角出現咗非實時畫面嘅字樣，右下方就有劉德華巡迴演唱會嘅標注。原來觀眾睇到嘅唔係專門為在線準備嘅直播，而係華仔之前今天 is that day 巡迴演唱會嘅剪輯版，咁樣令好多觀眾都好失望。其實呢次華仔嘅演唱會係上次巡演精剪嘅在線首播，曲目順序都冇改過，製作方只係混剪咗唔同機位嘅素材，令觀眾可以更清楚睇到細節。對於63歲嘅華仔嚟講，咁樣嘅形式可能更加貼心。你諗下，要一個年過6旬嘅老人家喺巡演之後，馬上投入一場直播演唱會，體力同精力都係好大嘅挑戰，已經好唔容易，大家理解下。呢次8200萬嘅觀看人數都令到網友好困惑。要知道，2022年9月嗰場直播演唱會，當時可有3.5億人次睇過，一對比，好似就係斷崖式下跌，網友都接受唔到。但只要仔細分析下呢啲數據，我哋就可以發現，兩場演唱會存在着本質上嘅區別。2022年嗰場演出係專為在線準備嘅直播，而呢次就係巡演錄播，就好似首映電影同重映嘅區別，人數自然就唔會一樣，呢一點大家要分辨清楚。呢次演唱會採用咗免費預約模式，同時又關閉咗打賞功能，咁樣令到網友好疑惑，大家都問劉德華到底點樣賺錢嘅？其實佢雖然放棄咗門票同打賞，但平台同冠名商支付嘅合作費用可能會更多。免費模式仲降低咗觀看門檻，咁樣可以令到啲因為時間或者經濟原因冇辦法睇線下演出嘅歌迷，有機會彌補遺憾，一舉兩得，何樂而不為呢？喺直播中，彈幕上回憶殺3個字刷爆屏，呢個現象都引發咗觀眾對華仔粉絲年齡斷層嘅討論。有人認為佢嘅粉絲群體老齡化，好難吸引到 Z 世代嘅年輕人，但事實就恰恰相反。華仔抖音上擁有7000多萬粉絲，當中就有唔少00後。演唱會彈幕中，既有陪爸媽睇嘅年輕人，又有教細路仔認偶像嘅中年父母。靠作品同人品跨代吸粉，係劉德華可以保持40年經久不衰嘅關鍵。粉絲入面咩年齡段都有，呢一點大家唔使擔心。有人質疑華仔點解唔好似國外歌手咁，將演唱會做成電影喺影院上映？呢種想法可能冇考慮到劉德華嘅受眾特點。佢嘅粉絲跨越咗好幾代人，在線免費睇比去影院買票更加貼近普通家庭，全家人圍坐喺一齊睇，比去影院更加溫馨。咁樣做都可以令到全球嘅粉絲同時享受天王嘅音樂盛宴，呢個正正就係華仔舉辦呢次演唱會嘅初衷。63歲嘅劉德華喺舞台上又唱又跳咗2個半鐘，精力好似年輕人咁好，呢個引來唔少人討論。佢咁搏命係敬業定係博眼球？其實華仔可以一直保持咁好嘅狀態，全靠佢強大嘅自律能力。佢每日都跑步40分鐘。工作空檔都會運動，圈入面嘅人都話佢咁多年體重都保持喺63公斤，唔係一般人可以做到。呢種自我約束先至係佢精力旺盛嘅真正原因。至於上次演唱會嗰個危險嘅滑跪動作，其實係為咗更好咁表達歌曲情感而設計嘅，唔係佢故意要搞咩博眼球嘅效果。佢自己事後都覺得好後怕。仲向粉絲保證以後一定唔再做危險動作。呢次演唱會包含咗《忘情水》等31首經典老歌。有網友話曲目全部都係老舊，冇咩新意。但我哋知呢啲老歌並唔係簡單嘅重複，
演唱會採用咗新編曲形式，融入咗電子混音、交響等元素，賦予咗作品新嘅生命力。呢啲刻入一代人生命入面嘅旋律，句句都係青春嘅回憶。當17歲嘅旋律再次響起，熒幕前唔知有幾多人瞬間破防，眼濕濕。呢個比新歌更加有效果。有網友質疑演唱會使用咗收音技術，劉德華唱功嚴重退化。大家應該知，錄播收音大多數都係為咗去掉現場嘅雜音，譬如觀眾嘅咳嗽聲、設備嘅電流聲，根本唔係掩飾唱功。華仔線下演唱會全程真唱，63歲嘅桑子依然好穩，高音唔飄，低音唔沉，邊有需要靠收音撐場面？華仔出道40多年，從年輕小伙唱到滿頭白髮，靠嘅從來都唔係噱頭同套路。呢場在線演唱會，佢放棄咗可以賺錢嘅路子，只想免費俾粉絲聽下歌、傾下偈、談下心。啲揪住細節唔放嘅所謂爭議、質疑，終究都擋唔住熒幕入面華仔嘅歌聲同彈幕入面歌迷嘅感動。劉德華之所以被叫做天王巨星，從來都唔係依靠數據同形式，而係藏喺佢每句歌詞、每個動作入面對歌迷嘅真情實感同誠心實意。華仔永遠都係歌迷心入面嘅天王。對此，你又點睇？